財政司長陳茂波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呢，除咗此前輿論關注度頗高嘅話題，比如2蚊乘車優惠收緊，改為推行2蚊兩折優惠，再比如公務員及問責高官將凍薪不減薪，公務員編制連續2年減2%。陳茂波仲推出強化版財政整合計劃，自2027年至2028年度，政府經常開支會累計削減7%，並表示未來1年唔推售商業用地，部分更考慮改劃建住宅。此外，仲預留10億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以應對已經到來嘅科技變革。差唔多1個月前，陳茂波喺出席活動嘅致辭中話：新形勢下，香港必須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習意改革，喺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嘅同時，亦都要以創科為經濟注入新動能。識變、應變、求變，既係中央對香港嘅要求與寄望，亦都係香港面對自身小氣候同國際大氣候嘅共識。喺預算案中，對於識變，陳茂波提到咗全球變局、科技變革與人工智能，亦提到咗國際地緣政局對貿易、供應鏈、資金流同投資市場情緒嘅干擾，仲提到咗旅客同市民消費模式嘅轉變對零售同餐飲嘅影響。但係對於點樣應變求變、點樣開源節流，並未俾出超預期嘅大刀闊斧嘅舉措，屬於既定議程中嘅小修小補。喺點樣發揮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嘅比較優勢，推動產業發展，亦缺乏系統性規劃。比如面對席捲世界嘅科技變革與人工智能浪潮，陳茂波俾出嘅對策係預留10億元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以引導及助力香港嘅人工智能創新研發同產業應用。此外，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將籌辦首屆嘅國際人工智能青年科學家論壇，探討人工智能嘅發展及應用，促進人工智能技術嘅研究同埋產業化發展。參與呢場科技革命嘅理想呢係美好㗎，但係現實係殘酷㗎。一方面呢，喺國際上，科技同 AI 領域嘅競爭，尤其係中美之間已經白熱化，香港先至啱啱開始起步成立研發院，明顯係後知後覺，喺起點上就已經落後。另一方面呢，10億元嘅投入效用並唔會太大，就好似阿里巴巴已經計劃未來3年將會投入至少3800億元，用於建設雲計算同 AI 基礎設施。深圳已經宣布攞出3個100億投向科技金融、人工智能同機器人產業、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團隊等3大領域。此外，宇樹科技 DeepSeek 嘅一鳴驚人，亦揭示咗一個道理：偉大係唔能被計劃嘅。科技領域嘅創新往往需要企業嚟帶頭，而唔係政府主導。成立人工智能研發院容易，但係培育創新嘅土壤呢，卻需要久久圍攻。參與呢場科技革命嘅理想呢係美好㗎，但係現實係殘酷㗎。一方面呢，喺國際上，科技同 AI 領域嘅競爭，尤其係中美之間已經白熱化，香港先至啱啱開始起步成立研發院，明顯係後知後覺，喺起點上就已經落後。另一方面呢，10億元嘅投入效用並唔會太大，就好似阿里巴巴已經計劃未來3年將會投入至少3800億元，用於建設雲計算同 AI 基礎設施。深圳已經宣布攞出3個100億投向科技金融、人工智能同機器人產業、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團隊等3大領域。此外，宇樹科技 DeepSeek 嘅一鳴驚人，亦揭示咗一個道理：偉大係唔能被計劃嘅。科技領域嘅創新往往需要企業嚟帶頭，而唔係政府主導。成立人工智能研發院容易，但係培育創新嘅土壤呢，卻需要久久圍攻。陳茂波喺擴闊貿易網絡同增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合作部分俾出嘅對策，係喺馬來西亞同沙特阿拉伯開設經貿辦事處，喺埃及開羅同土耳其伊茲密爾增設顧問辦事處，喺柬埔寨增設顧問辦事處，同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國、埃及同秘魯探討簽訂投資協定，同17個國家磋商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呢啲對策固然係必要㗎，亦係重要㗎。
但係作為一國兩制嘅香港，既需要深化對全球南方嘅認識，亦需要最大限度發揮區別於內地城市嘅比較優勢，先至能築巢引鳳，吸引更多全球南方嘅企業同埋投資。香港嘅國際化基本上就係英語化，而喺英語世界之外嘅廣大世界，點樣繼續拓展並投放資源，香港並冇諗清楚。基於此，呂大樂俾出咗2點具體建議：第一，繼續保持英語世界嘅聯絡；第二，英語世界以外需要投放乜嘢資源，做乜嘢事情，先至能夠發揮香港嘅國際化能力，需要重新思考。香港唔會忘記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2002年11月喺出席特區政府歡迎晚宴時嘅講話呢。朱鎔基當時亦談到咗財赤問題，佢話呢2日我同董特首交談，佢係憂心如焚，好擔心財政嘅赤字，點樣嚟解決香港嘅財政赤字問題。董特首係費盡咗心思，但係我亦都話俾董特首，你舊年唔就600億到700億港元財政赤字嗎？今年大體上亦都係呢個數嘛？你個財政儲備唔係而家仲有2700多億港元嗎？我話你呢個赤字特首同我呢個赤字總理比起嚟，你仲差得多啦。經濟嘅復甦要靠產業結構嘅調整，唔係咁容易噶，得有一個緩衝嘅時間。朱鎔基同時話，克服香港當前困難嘅力量同辦法就存在於香港嘅體制之中，因為香港具有十分開放嘅經濟體制，比較完善嘅法律制度，效率比較高嘅政府公務員，特別係有大批優秀嘅企業管理人才，同世界各國有住廣泛嘅聯繫，係世界亞洲嘅金融中心、貿易中心、服務中心。香港嘅優勢並冇喪失佢嘅競爭力，佢嘅實力依然存在，佢完全可以憑住自己嘅力量克服當前嘅困難。但我亦都唔認為香港嘅困難而家已經到底啦。而家需要有充分嘅思想準備，仲有最困難嘅時候到嚟，仲要進行第2次創業。預算案顯示，本年度赤字為872億元港幣，財政儲備將由今年嘅6473億進一步下降至5803億元。對香港嚟講，比爭論財政赤字係幾多，儲備係幾多，更重要嘅係，隨住內地城市紛紛迎頭趕上，香港靠乜嘢進行第2次創業？如何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比較優勢？傳統產業如何轉型升級？點樣趕上科技變革與人工智能嘅時代列車？呢個顯然係比財政係赤字更重要。